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。撒母耳记上卷17章55节到18章第5节。使徒行传21章第1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旨意。上帝旨意并无真简单来明白，但是一个人若是愿意谦卑，搁甲主建立迄个真好的关系的时阵，其实嘛袂介困难啦吼。若是难困难的话，是因为咱坚持家己的意见，当然就听袂到上帝的声音，嘛无法度明白伊的旨意啊。无怪耶稣基督伫咧讲到譬喻的时阵，也安尼引用旧约圣经的话安尼讲，有耳孔着听的，着应该爱听。但是真可惜，有真侪人有耳孔却听袂到，也就是讲无愿意听。扫罗王已经几摆无听上帝的旨意来得罪上帝，家己不但失去伫圣神的同在，伊阁受到这个邪灵的攻击。大卫却是凡事亨通。撒母耳记上卷17章55节到18章的第5节安尼讲着。扫罗看到大卫去迎战非利士人的时阵，问元帅押尼基讲押尼尼，迄个少年人是啥人的囝？押尼尼讲：我指着王的性命来救助，我毋知。王讲：你去问看，这个少年人是啥物人的囝？大卫拍死哥利亚倒来，押尼尼就带伊来见扫罗，伊的手要关这个哥利亚的头。扫罗问伊讲：少年人，你是啥人的囝？大卫讲：我是你的仆人伯利恒的人亚西的囝。18章。大卫甲扫罗的话讲煞，约拿单甲大卫心结3年。约拿单听伊亲像听家己的性命。对迄日开始，扫罗甲大卫留伫身躯边，无互伊倒转去伫因的老爸的厝。约拿单甲大卫两个人结约，因为约拿单听大卫亲像家己的性命。约拿单脱伊的外衫互大卫，佮将军服、镰刀、弓、腰带嘛拢互伊。扫罗无论派大卫去倒位，大卫所做拢顺利，所以扫罗派伊做部队的指挥官。正南甲扫罗的官长拢真满意。一个出世伫卑微的环境中间的人，听探到上帝旨意，上帝就甲伊三角同在。圣神的开力就成做伊的帮助。保罗伊真坚定，要来转去到伫耶路撒冷。虽然有人已经甲伊讲，有人准备要来陷害伊。但是伊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愿意顺服，转去到伫耶路撒冷，继续宣教的路程。就算是有困难以及有危险伫头前。使徒行传21章第1节到第16节的记载，离别众人了后，阮开船一直到高斯，隔日到伫罗底。对遐去到伫大拉，伫遐拄着一只伫要过去腓尼基的船，阮就上船出发。
阮来到看会到塞浦路斯的时阵，对南边驶过，去叙利亚伫泰尔落船，因为船要伫遐来落货。阮找到一寡门徒伫遐甲因住7日，因得到圣神的指示，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阮甲因离别的时间就已经离开，继续阮的旅程。因拢带因的某囝来送阮到城外，伫海边跪落去祈祷。互相3时了后，阮上船，因倒去因兜。阮继续航程对泰尔到伫多里麦，伫遐甲信徒请安，甲因住1日。隔日，阮出发去到伫该萨利亚，伫遐住伫传福音的会理的厝，伊是耶路撒冷遐7个执事的一个。伊有4个还未结婚的查某囝，拢做先知的讲预言。阮住伫遐几日的中间，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布，对犹太落来，伊来带阮，摕保罗的腰带，把家己的手甲骹讲，圣神安尼讲，这条腰带的主人会伫耶路撒冷亲像安尼，互犹太人绑起来，然后交互外邦人。阮一个听到就甲迄所在的人苦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保罗因讲：恁若靠甲安尼，互我的心强要碎去。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毋若伫耶路撒冷互人绑，甚至要伫遐死嘛甘愿。伊毋受苦劝，阮就点点，只有讲愿主的旨意实现。几日后，阮准备好势上耶路撒冷，有一寡对该撒利亚来的门徒嘛，甲阮去，带阮去到伫塞浦路斯的人拿孙的厝住。伊是早期的门徒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上帝的旨意应该赢过家己本身的利益。这是咱要对保罗、对大毕、对济信仰的前辈所学习的。亲像亚伯拉罕以及汉娜，因愿意顺服上帝，将所得到的祝福来献予上帝。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上主是要受压迫的人的要塞，是因患难时的避难所。捌你的名的人会倚靠你，因为上主你毋捌去杀找求你的人。着称赞伫锡安最王的上主，将伊的作为保养伫万民的中间，因为伊无记日困苦的人，为人伸冤的上帝会听因的哀求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对死亡的门救我出来。求你监察怨恨我的人，安怎地苦楚我，互我通讲起你一切通娱乐的代志。我要伫锡安的城门，为了你的拯救欢呼。列邦跋落家己所掘的陷阱，因的脚甜伫因秘密场的罗网。上主已经显明家己，施行审判。歹人互家己的手所做的甜调的，歹人拢会落阴府，毋认上帝伫列邦嘛要安尼。善者的人一定袂永远互上帝袂记得，困苦的人的愿望一定袂永远无去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毋通互人较赢。求你互列邦伫你的面前受审判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惊吓，互列邦知家己
不过是会死的人尔定。讲求上帝帮助阮来学习谦卑顺服，来求明白你的旨意，成做一个顺服的人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